93大閱兵有咩睇啊？1分鐘話你知。首先時間就係9月3號上晝，全場係1小時10分鐘，分為閱兵式同埋分列式。閱兵式就係受閱部隊列陣接受檢閱，分列式就係各方隊各兵種逐個亮相。咁行喺最前邊嘅就係國旗護衛隊，3名靚仔旗手啊，都係90後，個個身高1.89米啊。佢哋中間嗰人擔住嗰支旗杆呢，有成30斤咁重，相當於一個4歲嘅細路哥一樣啊！而且佢哋係冇音樂伴奏嘅，即係話佢哋每行一步都要自己去把握節奏。跟住就係禮炮環節啦，啲炮手個個都係跪喺地下嘅。嗱，注意佢哋取炮彈同埋送炮嗰陣呢，唔可以耷低頭望一眼，要做到盲取盲送。為咗可以攞到咁準呢，佢哋每日要拎起個炮彈1000次，一隻炮彈呢有成7斤重，相當於一隻大西瓜咁重啊！喺方陣入邊，淨係得陸軍同埋武警有劈槍環節，個人嘅動作都要一模一樣，型到爆啊！最後生嘅咧就係海軍方隊啦，平均年齡21歲嘅啫。咁仲有女兵方隊喎，嗱，雖然佢哋係女仔，冇男兵咁高大啊，不過佢哋要做到每一步嘅步幅同埋步速都要同男兵一樣，難度更高啊！真係巾幗不讓須眉。咁嚟得最早，咁啊走得最遲同埋人數最多嘅方隊呢，就叫做千人聯合軍樂團，佢哋要企足2個幾鐘㗎。仲有戰旗方隊會展示我軍喺抗日戰爭時期嘅功勳旗幟，現場仲有飛機大炮，上百種武器裝備冚唪唥都係國產嘅，你話犀利唔犀利？